Hello，我係招仔啊，歡迎大家收睇足招。足招係一個分享我足球投注嘅頻道，我會透過分析球賽雙方嘅數據，包括新聞啦、往績、近況，仲會聽埋馬會同埋出邊博彩公司嘅盤口、賠率，考慮晒各樣嘅因素，從而作出嘅投注。咁就首先講句對唔住，上次嘅重心賠率真係足招咗，咁陣間都會檢討一下呢場波到底發生咩事嘅。咁就所以啦，其實我都係正常咁樣分析，冇話一定會中嘅。足球投注呢啲嘢我講唔埋㗎嘛。咁分享之前同埋回顧之前呢，就要講一次啦。參與足球博彩呢，必須年滿18歲，亦都必須呢唔可以參與呢非法賭博或者海外賭博嘅。有沉迷賭博嘅跡象就要小心啦，要快啲揾人協助下啦。咁就事不宜遲，首先回顧下上次條飛先。上次就係呢條過關3串1啦，一場荷乙大波啦，就穿2場世界盃外圍賽歐洲區賽事嘅讓球主客和主 win 嘅。當日我仲話重心嗰場放喺最尾先講，點知就係斷咗呢一場。其實頭場荷乙呢都有少少驚險㗎，上半場係0-0嘅，咁下半場就去到中後段先入球連發啊。咁就86分鐘就成功入咗第3球啦，去到90分鐘補時4分鐘就入埋第4球，2-2打和，成功開到大波。咁第二關就係德國對盧森堡，咁呢一關我都冇諗過有啲咩問題會發生㗎啦。咁呢一場上半場就2-0啦，下半場就入多2球，50分鐘其實就已經4-0搞掂咗個上盤㗎啦。德國其實都攻足全場嘅，咁不過最後都係4-0就完場，成功開到上盤。尾場法國對阿塞拜疆啊，就搞到我哋就臨尾香。呢場波無論讓球主客和啦，出邊嘅讓球盤啦，定係大波啦，都全部都要收皮啦。呢場波要起碼法國贏到5球先會開到上盤，但係物種麥巴比啊，去到上半場補時階段先入到1球。其實數據上面啊，半場1-0都唔係啲咩慘事。冰島呢都係半場1-0，全場5-0嘅。只不過法國今場呢，就下半場只可以入多2球，3-0完場，咁就全部上盤大波都一次過炒晒。因為我冇諗過呢場波會炒啊，咁啊直接買咗3串1，所以就1毫子都收唔返。如果你買咗保險3串4嘅話呢，咁啊應該有微利嘅。咁喺度就對唔住咁多位聽眾，揀咗場咁嘅重心俾大家，希望唔會有下一次啦。正所謂邊度跌低就邊度再跌低，唔係就邊度企返起身。今晚嘅場次呢，就係揀咗1場啫，都係一場強弱懸殊嘅賽事，就係克羅地亞對直布羅陀嘅賽事。今晚香港時間2點45分就會開波㗎啦。呢條片都有啲眼出啊，真係唔好意思啊嚇，希望下次可以早啲啦。先睇分組賽個榜啦，咁克羅地亞就5戰4勝1和啦，咁就13分排緊榜首。直布羅陀呢就5戰全敗啦，得2失17，0分就排榜尾。呢場波馬會嘅讓球主客和呢就開-4同埋-5，不設讓球盤。至於入球大細中位數呢，最細個檔就係4.5，第二檔呢就係4.5， 5球。至於半場入球大細最細個檔就係2.5球。咁出邊各大博彩公司又點嘅樣呢？大部分呢就初盤都係4.5球、5球。有一間就開到5球嘅，咁晏晝12點嗰陣呢已經上到5球啦，5球、5.5球，而拍片呢一刻呢已經全部開到5.5球中位數啦。睇嚟今晚都殺意濃喎。至於讓球盤呢，出邊博彩公司初盤呢就4球、4.5球，讓波嘅當然係克羅地亞啦。至於晏晝揾資料嗰陣呢，啲讓球盤已經升到讓4球半，甚至讓4球半、5球㗎啦。而拍片呢一刻已經清一色上到讓5球，講緊仲係1.82至1.91嘅偏低水添。講咗咁耐波盤，到底我今日買啲咩啊？如果開場你有留心聽，其實我都俾咗少少 tips 你㗎啦。我頭先話邊度跌低就邊度企返起身，咁所以今晚我嘅選擇呢，就係克羅地亞讓球主客和-4 win。咁我買嗰陣就有1.71倍嘅，而家就已經冇啦。不過都分析一下點解我會咁買啊。克羅地亞呢組呢，唯一一場和呢，就係最近嗰場0-0作客打和呢個捷克嘅。之前4戰全勝呢，
半場都入到波。其實我今日投注嗰陣呢，都睇過馬會半場大細波中位數先決定嘅。見到佢開2.5球一檔啦，2.5球3球第二檔嘅。咁個樣望落去呢，克羅地亞似乎上半場都可以入到2球啊！希望個劇本係最少2球啦，真係咁樣行啦。因為上半場如果開到紀錄，下半場就應該輕鬆割肉，全場要贏多過4球就應該冇問題㗎啦。呢度就睇到克羅地亞2場主場分組賽賽事啦。第一場就大炒捷克5-1嘅，第二場就炒10人應戰嘅黑山。呢場黑山呢，就臨完半場之前就攞咗個2黃1紅，但係過程都唔係好順利㗎咋。克羅地亞要去到最尾80幾分鐘、90分鐘連入2球先開到4-0啊！希望今晚就唔使玩到咁硬啦，好似德國咁50零60分鐘數佢4粒，之後70分鐘數埋第5粒收工。睇埋作客嘅直布羅陀嘅賽果啊！直布羅陀最近2場嘅賽事呢，其實只係輸1球啫。不過對手就都係弱旅嘅法羅群島。咁啊，再睇多前2場嘅賽事呢，佢哋就俾人炒啦。主場對住今日嘅對手克羅地亞輸7-0，再之前一場主場對住捷克呢，就輸0-4。而分組賽之前嘅作客賽果呢，對住法羅群島呢，就輸2-1，對住黑山就輸3-1。2場都攞到個作客入球嘅，唔知今晚又偷唔偷到雞入到克羅地亞1球呢？我就覺得唔會嘅，今晚應該正正常常開個克羅地亞主其他，作客冇入球啦。今晚就講到呢度啦。我嘅投注呢，就係克羅地亞讓球主客和負4主 win。克羅地亞今晚嘅功力就有咁堅得咁堅，我哋戶口收錢就留待明天。今晚分析就去到呢度。如果覺得講得好，分析得唔錯嘅，不妨就訂閱下我啦。撳埋個鐘仔，咁如果我有片就可以即時通知到你，咁啊可以睇到下一次嘅分析。如果聽朝克羅地亞真係大炒直布羅陀，應承我返嚟撳返個 like，俾啲鼓勵我。今晚我哋就要報返法國之仇。再見咁多位。